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3，箴言12章25到26節安尼講：心有掛慮，互人累志；一句好話，互人歡喜。義人帶厝邊行正路，歹人帶人行迷路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心無掛慮來累志，着用好話互人歡喜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權、至大、至聖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滿有慈愛、憐憫甲恩典的天父，主啊！你知阮的需要，也知阮心中的重擔。你是阮患難中的避難所，軟弱時的快樂，憂愁時的安慰。主啊，阮感謝你，每日用信實扶持阮，用恩典引帶阮的每一個腳步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無因為生活中的壓力甲重擔來掛慮，因為掛慮只會互人累志。求你也管理阮的喙舌，互阮所講的是安慰、鼓勵、扶持的話來祝福人，求你互阮合適正義，無論佇家庭、教會、職場，攏通活出正直的生命，來引帶厝邊行佇正路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